中山想買樓嘅街坊注意啦，主城區周邊居然有6字頭嘅盤。今日呢個萬壽豪庭，你一定要對比。好多人買樓又驚地段偏，又驚價格貴。今日呢個盤直接幫你解決所有煩惱。睇清楚啦，呢度正係東區、西區、南區交界嘅地方，3個區嘅配套直接用，行街、返工、送小朋友返學都超方便，唔使爭，唔使搶。住呢度繁華又宜居，去邊度都近，生活便利度直接拉滿。小區自己就有獨立商業體，落樓就配到超市、食飯嘅地方，買餸買用品，落樓2步就搞掂。戶型選擇多到你揀唔晒，102方、106方嘅剛需小3房，118方嘅大3房，138方嘅改善大4房，唔理你係新婚3口之家定係大家庭都啱用。而家嚟到115方嘅南北對流大3房，空間感直接拉滿，改善家庭睇過嚟，採光面超足，客廳連住觀景陽台，平時休閒招呼朋友都夠大氣。2間房都超闊落，中意嘅話仲可以改成書房或者兒童房。而家嚟到我哋呢間房特別啲，佢仲贈送咗一個比較大嘅空中結構連板，你可以改成房間，可以作為玩耍嘅位置。而家嚟到主臥，大套間、衣帽間、獨立衛生間全部安排到位，主人家嘅生活質感直接拉滿。最貼心嘅係呢度可以揀精裝，亦可以揀毛坯。想慳功夫直接拎包入住就揀精裝修，想自己裝出心水風格就揀毛坯，完全隨你心意，冇人逼你。小區環境都唔差，綠化夠多，平時落樓散下步，帶下小朋友活動下都夠晒地方玩，住得超舒服。講真，買樓最緊要係地段好，配套全，價錢低。呢個盤全部都符合，戶型多，裝修可以揀，仲有6字頭嘅特價單位，剛需改善都可以上車。想知特價房仲剩低幾多？想攞戶型圖同埋詳細嘅報價，評論區扣1或者直接私信我，即刻發俾你。中山買樓唔使周圍亂咁跑，關注我，每日帶你睇啲平靚正嘅筍盤，買樓絕對唔會中伏。